这地方叫孟桥，第2次来，有进步。你看，它旁边修了好多漂在水上的住宅，而且它左边呢又修了一浮桥，这个可是特著名的桥啊！我跟您说一下，这是据说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木桥。左边那原来没有，就左边这走的这个，这可能是码头，可以坐这船去看那个水里边的庙。这也不知道多少公里，忘了。周六周日的时候呢，会有当地的孩子从前面那个位置向河里跳游泳，表演让你看。今天因为是周4，所以没有。